땀도 가려. 哎呦，还那是。 有里面。呵呵。现在去干什么？啊，等厂家回来嘛。厂家下面去了。厂家回来，我们去嘛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去了。去了？嗯。什么时候去？几点就去了？去寺庙。带到寺庙里面的。谁？他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要去寺庙？没有。两个要去寺庙一个。嗯。那他自己以后又不养羊不放牛，那吃什么？娶一个老婆就行了嘛，一个孩子。啊？娶一个老婆就行了。一个孩子娶一个老婆。嗯。那他干什么？他就寺庙里面当那个什么。和尚嘛。和尚嘛，就是。和尚那吃的东西谁给嘛？喇嘛给。啊？喇嘛给。喇嘛。找把地的是。嗯。啊。没意了。啊。哎，为什么？不知道的。我也不知道的。结果带个对不？不是，那和尚很多嘛，现在。很多。对啊。那为什么还要去做和尚？不知道嘞，喜欢去嘛。谁喜欢去嘛？是他喜欢去还是他父母喜欢去嘛？他喜欢去。为什么？然后搁这，啊，嗯啊，然后搁这些，他想，想那个什么喇嘛。做喇嘛？嗯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喇嘛的，知道吗？喇嘛的都完了是。啊。喇嘛的都完了是，一个用一张穷的。是你爸爸妈妈叫你去的吗？还是谁叫你去的吗？这爸从那儿搞起来的。他父母。嗯。我靠，都是父母的。这爸爸一个爸爸，妈妈没有。妈妈没有。嗯，去世了。
转山转水转佛塔。这个是那个日轮班里面教坏了那个有一个什么小孩，小孩教坏了那个，你说肚子里面有虫子。啊，怎么了？他的爸爸。是吧？
跟着来一点来，这衣服怎么办了？跟着。连续的拉扯打了个，这个按照个打。多久了？这完了，可能有那么早。这没么意思。这样可能我老些。那你也不快就可以了嘛？他这啥子啊？也不是。往那边。哎，起。熄灯来喽，熄灯。你不记得是那个？都单独是这个掉。选择出色，东风标清晨。抓的注意就是哪去掉？你别了，那别了了，这样。你别了，你别了，那进来嘛。这啥一张？这个。没啥。没啥。好嘞。今天那个干，今天那个。你多久？你等会儿。你多真久。进去很多了，这家伙你赢了点了。家头那个。这家的丢。擦了。好的。再去吧。呀了的，我是按了多了，有灯。这一拿你，我的，可以吧？可以哦，但是厂家今天把手机给丢了，然后弄得来到时候没办法嘞。你看它，全是灰。这个么子的去亏结巴了，你给知道的。这个大家的帽子好看呀。淹我了。哦，这个是怪不得了。我靠！你说啥呢？你说大概抓紧了，啊。陈杰的爸爸妈妈和那个白马的妈妈一块回来，吃中午饭了。他们在造自己的房子。
成家的妈妈又开始搬木头了。他们家里怎么又可以有木头？可能今天木头不多，所以他们这样放。